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5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申命记第31章第1节到13节，约翰福音16章16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变为喜乐。挂心、担心、烦恼、忧虑，都是人的负面情绪。虽然程度不同，但也都是负面的。什么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负面情绪呢？我们知道有些人是比较多愁善感的，那大多数的时候呢，他们都会因为面对未知的将来，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是怎么样的结局会是如何，或是要如何来面对的时候，那种很深刻的不确定感所带来的忧虑是很难消除的。我们谈到了挪亚的方舟，当时候的大水泛滥200天，他们在不见天日的船上，对于何时能够重见光明或是重登陆地，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为强烈不确定感的一段时间。他们的情绪如果是如一般人的话，一定是非常的强烈，非常的不安如同当时候被上帝设立了的这个约书亚，他来成为摩西的继承人。约书亚的心情我们可想而知他也是有强烈的不确定感。因此圣经记载告诉我们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然后摩西就召约书亚来，在以色列民众的面前，摩西这样对约书亚说，然后圣经的记载，摩西召约书亚来，在以色列的民众面前对他说，要坚强，要勇敢，因为你要领导人民去征服上主所应许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。上主要在你的前面亲自带领你，与你同在，他不会忘记你，也不会丢弃你，所以你不要上胆，不要惊慌。摩西不但是劝约书亚不要担心，他同时也劝勉了全以色列人不要忧心。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，我现在已经120岁了，不能继续领导你们了，而且上主已经告诉我，我不能渡过约旦河。上主你们的上帝在你们前面亲自的带领你们，消灭各民族，使你们占有他们的土地。按照上主所说的，约书亚要做你们的领袖。上主怎么样击败亚摩利的2个王西宏和噩，摧毁他们的国家，也要这样来消灭那里的各民族。上主要使你们击败他们，你们必须照我的命令对待他们，不要害怕，要坚强，要勇敢，因为上主你们的上帝要与你们同在，他不会忘记你们，不会丢弃你们。忧伤、痛苦、担忧，如何能够变成喜乐呢？就是要依靠上帝，
因为上帝是以色列人唯一的盼望与依靠，因此人要顺服上帝的命令。摩西劝勉以色列人说，于是摩西把上帝的法律写下来，交付负责照料约柜的利未祭司和以色列长老们，命令他们说，每逢7年的末一年，就是取消债务那一年的住棚节，你们要大声宣读这法律。以色列人来到上主你们上帝所拣选敬拜场所的时候，你们要向他们宣读这法律。你们要召集所有的男人、女人、孩童和住在你们中间的外侨在一起，好让每一个人能够听到这个法律，学习敬畏上主你们的上帝，切实遵行他的法律，这样你们的子孙，就是那一些还没有听到上主你们上帝法律的，会有机会听到。他们有生之日，也要在你们将要征服的约旦河西岸学习敬畏上主。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保罗被押解到罗马的途中遇到的风浪和海难。我们发现要能够脱离凶恶，首先真的是要听上帝的声音，要顺服上帝的旨意，或者是说上帝的指引，然后才能脱险进入平安，之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。箴言17章22节，新的翻译说，喜乐和如良药使人健康，忧愁如恶疾致人死亡。一般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引用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，这样说道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这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思考。首先，我们可以说这是提醒忧伤的人要有喜乐的心，因为那是健康的良药，或者是说要先喜乐才有健康。也可以说应该是要先离开忧愁才能进入喜乐，但重点是应该在谁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忧伤，进入喜乐，得到健康。圣经约翰福音第16章16节到24节，耶稣基督跟门徒所说的话，过一会儿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，然而再过一会儿你们还要看见我。门徒当中有几个人彼此说，他告诉我们过一会儿你们就看不见我，然而再过一会儿你们还要看见我。又说，因为我要到父那里去。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也有人问他所说的过一会是什么意思。我们不晓得他在说什么。耶稣知道他们在想问的，就对他们说，我说过一会儿就是你们就看不见我，然而再过一会儿你们还要再看见我。你们彼此在讨论这句话吗？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痛哭哀嚎，世人要欢乐，你们要忧愁。可是你们的忧愁将变成喜乐。女人快生产的时候忧愁，因为受苦的时候到了。但是生了婴儿之后就忘记了痛苦，因为高兴有婴儿出生来到世界上。你们也是这样子，现在你们有忧愁，但是我要再见到你们，
你们的心里就会充满喜乐。你们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。在那一天，你们不向我求什么，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亲求什么，他一定赐给你们。直到现在，你们并没有奉我的名求过什么，你们求就得到，好让你们的喜乐满意。耶稣基督预告了自己要离开，门徒即将会进入哀愁、痛哭，但是世人却因为这样要喜乐，因为他们陷害了耶稣，他们幸灾乐祸的高兴了。但是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们说，你们要忧愁，可是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门徒们要如何从忧愁变为喜乐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也是这样。现在你们有忧愁，但是我要再见到你们，你们心里就会充满喜乐。你们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。上帝所赐的喜乐，让我们不再陷入忧愁之中，并且这个天上赐下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。诗篇93篇，上主掌权，他以威严为衣，上主以能力为腰带，大地坚立，不能动摇。上主啊，你的宝座自古坚立，从亘古你就存在。上主啊，深渊发出声音，洪流冲击怒吼。上主在高天统治，压倒了洪水的吼叫，胜过了海洋的浪涛。上主啊，你的法则永恒，你的殿宇神圣，世事无穷。感谢上帝赏赐我们平安，赐给我们喜乐，使我们从内心得到属天的喜乐。求主教导我们如何在困苦当中得到永恒的喜乐，得到平安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